哇！你屋企嘅主人房啊，竟然可以睇到咁樣如詩如畫嘅一幅景象啊！而且唔止單咁樣喎，你屋企小朋友平時可以比人哋瞓多半個鐘，樓下就係十字門嘅中小學啦。你屋企嘅小朋友啲努力嘅發展咧，都會比人哋好好多。就咁樣一個十字門最後一塊純住宅嘅地塊，85個平方啊，做到3房俾到你啊！呢啲使用率真係相當嘅高，而且似呢啲單位每個月可以租到6000萬，呢啲回報率真係 unbelievable。翻到嚟另外2間房間可以睇得到，都係風風正正，冇一個地方係暗嘅地方啊！成個客廳嘅開間咧都去到3米幾嘅，樓下咧仲有輕軌站啊、華發商島啊，非常之方便啊！6000萬一個月嘅租金喎。似呢啲全屋嘅裝冷氣都係啲交付標準，樓下咧仲有翻到香港、澳門嘅直通巴士，相當方便啊！非常適合啲想做啲資產配置啊，或者係北上度假養老，或者係往返港澳兩地嘅通勤嘅人士。咁對於呢個十字門最後一塊純住宅地塊嘅85個平方嘅3房2廳2衛，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。我係小雅 ，follow me 帶你揾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